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齐碧纯，欢迎收看5月2号礼拜四的中嘉台人地方新闻。海东国小为了培育更加侪优秀的体育人才，所以特别成立海东国小女垒队。前行政院长赖清德特别前往学校，为这学生加油打气，受到热烈的欢迎。安南区海东国小对体育方面特别用心，亲像是巨人少棒队，就是国际知名优秀队伍。校方这届成立海东国小的女垒队，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出钱出力来协助。包括学生所穿的护具、需要的垒球以及相关器材，拢有人赞助。当时成立大会，前行政院长赖清德也特别前来，勉励这些学生爱热爱运动，嘛爱学习比赛时阵承受压力的能力。那当然，今天我们成立女垒队，我勉励各位同学，就是好好享受女垒，这个是最重要的这个是最重要的。那因为打球本身如果你有兴趣打球的话，本身就会很快乐。第二个呢，跟好同学、好朋友一起打球，哇，那更是乐善无穷那当然，打球的过程当中可以学到很多东西，除了这个打球的技能以外，团队的精神，另外呢，面对这个每一个关键输赢的那个节点的那个压力的承担力，这非常棒。海东国小校长嘛希望借由女垒队成立，体育精神会当继续伫咧海东国小延续落去。国小在体育风气这个部分一直是有优良的传统。那我们今天借由女垒队的成立，因为我们学校在体育团队有非常多的体育团，8年前踢沃队也成立了，这几年也是非常好的成绩哈。借由这次女垒队的成立，我们希望运动的精神。体育的精神可以继续在海东延续，不只是100年，有更多的100年哈，这是最重要的一个意义哈。目前女垒队以着5年甲6年的女学生作为主要的队员，同时也积极咧招募3年以及4年的学生，未来会加强训练，希望因伫咧垒球这方面会当有非常优秀的表现。台湾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因为日前有唱片业的业者针对社区歌友会、甲歌唱版的电脑伴唱机当中歌曲的版权问题提出警告，互社区的长辈烦恼敢会唱一个歌就侵害版权，甚至被罚钱，所以向立委陈廷辉求助，希望会当协助来解决这项问题。一透早，北区大丰里活动中心就挤满了侪关心社区伴唱机内底歌曲版权问题要如何解决的民众，来了将近200多位的民众前来关心。立法委员陈廷辉被邀请的中央主管机关智慧财产局以及市府民政局、社会局、区公所拢做伙来探讨这个议题。希望伫咧中介休闲娱乐甲业者的版权管理之间，找到一个上解好的解套方案。现在让我们最争议的地方就是，咱活动中心拢是政府的产权，机啊，咱的伴唱机嘛是拢是咱市政府，无论是民政局还是社会局，甚至有当时啊，搁叫内政部来补助咱的机啊伴唱机。这嘛是你政府补助给咱的，所以这个重置权对于我们所有在利用人，我们根本不知道不清楚，所以是市政府爱来给咱协助。那所以在中央市府跟人民之间，到底这个关卡要怎么来处理？咱今仔就是要来把这个事情确认清楚。议长郭信良也相当重视，虽然议会即马当咧总质询，但伊犹原半工前来，将人民的心声反映予智慧财产局了解。你讲百姓，这百姓应该紧个机啊，这机啊画有副版权，画无版权，画较俗，画较贵。假如讲你政府爱甲放喺你买这机啊内底的歌，是毋是有版权无？
这平常时啊，就爱审查，诶，你种机啊袂使哦，袂使买，恁可以找别种。啊，结果无来了后，照恁的意思，一方面方便，一方面了后咯，也无去注意着，同我做生着，咱嘛去买机啊，啊买机啊，所以部分是有，部分是无，还是问题走出来啊。啊，照你讲民政局啊、社会局，恁爱开始去清查，清查讲到底倒几台机啊是有版权的，倒几台机啊是无版权的，要安怎处理？啊，你原想就讲，啊，我已经买3档啊，即摆3档前买，即摆3档后新的款啊济，啊，咱个百姓就为着笑话要缀流行，就家己去管，吼，有咱管来家己落伫内底，话即点是较有争议性啦吼。会议的结论，立委陈廷辉要求智慧财产局伫咧2礼拜内底先甲业者完成沟通，然后由市府出面甲业者协商如何算版权费用的问题，并且业者伫咧协商的这段时间，袂当提出任何的法律行为，互中者会当继续安心笑歌。等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出身局政议员周奕奇上个伫个总集船除了关心偏乡的农路，当年拢无还手，严重破损，争取加编一寡预算以外，嘛针对教育局100人以下的学校有提供营养午餐免费的做法，要求南西位的各中小学嘛爱比照办理。根据了解，过去一档各区敢若提报农路翻修的预算得高达4、5亿，不过每一档平均只有1亿7千多万，根本袂符整修的进度。互议员周奕奇相当无奈，甚至嘛互地方相当怀念过去县政府时代建设，所以会中积极要求市府逐档一定要增加预算整修，缩短城乡差距。我们农路编列预算今年只有1亿7200多万，目前报来本服务处有5000多万，而目前批准的经费目前还不到1000万，我们经费真的足够吗？那黄伟哲市长，相信您上任之后，你也有严重的发现到我们农路修缮的经费是严重不足嘛？那想要请问市长，今年年底要编列明年预算的时候，您打算在农路预算上增加多少呢？我们在农路预算上会再增加一些了。那因为明年就没有房屋税了，所以我们的整体的市府的财政收入会减少23亿。那么再增加我们还会增加一些支出，但是在农路部分，我可以承诺周议员，我们会在如果说以1亿7000多万的话，我们希望能够再增加一些，大概几千万跑不掉了。另外，根据了解，为了照顾偏乡外化小型学校，只要是100人以下各中小学，营养午餐都是免费。不过，议员周奕奇表示，南西全区只有1间国中加国小，原本有水库回馈金来支付营养午餐，但这笔经费取消以后，到今年已经无免费，需要求市府徛伫照顾弱势偏乡立场，一定要定一个特别条例来恢复补助。台新闻顾问及林根采访报道。地震行政院长赖清德担任台南市长的任内所推动的新市政中心计划案，到底有啥物进展呢？议员林志聪伫总集船表示，基台市长只要评估完成，就要勇敢公布，唔通惊人炒地皮。对此，市长无奈表示，中央无补助之下，干那基础的建设就要100亿。下边交代新市政中心到底规划了如何？伫这摆总集船成为侪议员关心的焦点。其中议员林志聪表示，若一直设伫安平甲新营两地，对未来台南发展受阻碍，所以要求以南科为中心，看到底评估伫倒，唔通惊人炒地皮，就唔敢公布。要求市长伫任期内定案。对此，市长无奈表示，敢若费用就超过100亿。一个新的市政中心若要囥倒的时阵，大家去炒地皮啦、下庄啊啦，有诶无诶，这嘛是市长你考虑的所在啦。假讲你决定这个所在的时阵，人会去炒地皮啦、下庄啊，有诶无？但是这嘛是不得不的爱做的工课咧。做市长咱爱承受，咱做民意代表，我嘛爱去承受这个物件。我相信，倒一句，互咱市政府好好啊规划。这市政中心的评估，如果评估要开始做的时阵，我相信啦，也毋是你市长若去好的时阵，
迄可能要10年后、15年后会工课，但是你暂时若无，迄阵市长别人啊。市长应该是如果新的市政中心若暂时规划起好，都煞入的时阵，绝对10几年后的代志啊。而且费用，甲议员林明报费用可能要超过100亿。另外，议员嘛针对新化探往永康的重要道路新园桥，不过长期以来因为跨度只有6米上下，对出入安全有相当的顾虑。对此，干部局表示，因为敢若加跨大概1亿8千万，过去曾经向中央争取经费，不过卡伫科保无符合补助，所以日后市府会搁再想办法。内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虽然安平最近增加大鱼的祝福、台湾船等新的景点，不过游客一到下晡6点过后，同款嘛是渐渐离开。议员李克维就要求市府，苏去安平古堡等景点，爱来开放夜间参观，增设夜间的光雕等设施，增加游客留伫安平的时间。议员李克伟表示，愈在地就愈国际，所以针对安平观光客有流失的问题，向市长探讨。特别是下晡5、6点以后，游客的渐渐离开的情形，嘛，互市长感觉怀疑。所以议员具体要求安平古堡比较车坎楼夜间开放参观，以及夜间乐团的进驻，要加上现有的观光热点等资源，以增加游客停留的时间。主要吼，咱的一个古迹吼，安平古堡吼，遐算阮安平的一个中心点嘛吼。这夜间开放吼，这提升吼，这安平整体观光的一个竞争力嘛吼，嘛是会让增加的观光客下暗停留伫安平休闲的一个诱因嘛吼。啊，其实安平吼上水的时阵吼，无那是伫下暗吼，这灯光倒影水面吼，衬托运河灿烂的美景。这部分我是真认同，但是我嘛真感觉讲。就疑惑，就讲安平差不多暗时5、6点啊，6点过吼，观光客、游客就散去了啊，做无彩啊，都离开啊。啊，即马，这部分我感谢恁市政府啦，即马有咱做真侪新的景点伫阮安平吼，渔人码头那一带嘛吼，有大屿的祝福吼，啊台湾船吼，啊其实这暗时啊有那种真侪人咧吼，这也甲串联起来吼。两个往湖宝街迄边个入去。对啊，吼，就是夜游安平嘛，吼，这有咱会当好啊来思考一下，吼。议员进一步表示，咱台南除了高雄以外，移居上济就是澎湖的乡亲，所以上港嘛要求市长思考建设安平到澎湖的海上交通航线，除了增加双方的观光效益，嘛当疏解暑假甲过年期间买无票，佮爱走到高雄家己坐船。对此，市长嘛表达认同，会努力出行。但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铁棍节马上登来新闻现场。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质量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打开一本书，每页在发亮，文字变鱼儿，游在大海洋，充满了。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 book》，台南爱读册。安平鸭水坝包仔店因为创办人李海水的爸母真早就离开，伊家己小学无读煞就开始工作，所以为了弥补家己的遗憾，开店以来只要有高中生的学生摕考满分的考卷予伊，就当换一粒包仔。这款有意义的行动已经持续7天，而且伊的后生接手包仔店之后，嘛将这项行动继续传承。拍开人床，发出热热的小气。一粒又一粒好食的包仔就出炉啊！这寡包仔拢是头家特别准备，要来送予今日下100分段考考卷来的安平国中以及石门国小的学生，用来鼓励因用心学习的奖励。
安尼用满分考卷换包仔，阿水白包仔店已经持续进行了7档，7档来也已经送出了3500多粒的包仔。那我们从开店到现在已经将近7年多的时间。那我们从一开始看到小学生跟国中生每天上课都很辛苦。那我们想起我们创办人就是觉得他小时候读书的时候就是失学啊，然后他们那时候读书的时候是用赤脚走路的，大概走1个多小时到龙岗国小。那在感受到说现在小朋友读书读那么晚，要想说。这样子赠送小朋友包子，给他们考100分，给他们一个鼓励啦。不然我觉得他们说现在小朋友读书都觉得读得好辛苦，那也想起他小时候这样子，也弥补一下他失学的那个一个情怀啊。那也看到小朋友每次来换包子，那他们都很开开心心的回去，那觉得大家都很高兴啊。那我们会之后我们都会每年持续的办下去。那也希望小朋友就是说他们以后长大。那也希望给他们一个教育作用，如果事业有成，我希望他们也是有在地回馈这样子哈。用满分考卷换包仔，对学生来讲，不止会当换到实际上会当食的好食包仔，在咧精神上嘛会当受到肯定，增加学习的兴趣。那一颗小小的包子，对孩子是一个大大的鼓励。尤其像我们的课后照顾班的孩子，我们足球队、国乐团，他们团练肚子饿的时候，也会都有这个暖乎乎的包子可以温暖他们胃啊，非常高兴。那这样子一颗包子呢，也鼓励我们孩子都非常认真的向上的读书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当时石门国小甲安平国中就要举办水乡欢歌国家演奏会，趁着这个机会，也邀请大家5月4号会当免费到鸿运文创中心欣赏。那今年特别呢，我们借用这个鸿运文创中心刚刚落成的一个场馆，那么那个场馆呢花了6亿多的经费盖设完成。那我们呢在5月4号这个礼拜六晚上的7点半呢，会在鸿运文创中心呢举办我们第4届的一个2教国乐团音乐发表会。那也邀请了所有的朋友呢一起来给我们的孩子呢鼓励跟支持，谢谢。每一粒用心制作的包仔，要送给每一位认真读册的学生。头家表示，感觉非常充实，嘛感觉做包仔辛苦拢有价值啦。所以用满分考卷来换免费的包仔，也传承着爸爸的精神，一档一档继续办落去。等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台湾、日本、韩国因为气候甲文化拢有部分的相同，所以伫去年台湾的义子舞集以着春天为主题，邀请韩国甲日本共同将各自国家春天的节日、生活、节气等等内容表演出来。今年也再次举办岁时之夏，将透过3国的舞蹈，互大家看到各国的夏日风情。由日本的基因细作、台湾的义子舞集、韩国的新恩珠舞蹈团、3国的舞蹈团体共同找来表演。岁时之夏是每个国家伫热天的时阵的节气、节日、生活当中的故事所呈现的舞蹈。同时，这也是去年由着义子舞集所举办的世界民俗文化艺术节的演出。岁时之春接续落来的作品，未来嘛将继续以着3国拢有的24节气作为演出的重点。即届的表演当中嘛会使看到侪传统的舞蹈。拢是非常难得的机会。我看到了，我们3个国家都是曾经有汉文化的影响。那在不同的国家，它的发生可能有些节日是相似的，可是我们的活动进行方式跟舞蹈方式又不一样。所以我就说，那我们用季节来做一个演出的主轴，所以我就把它春夏秋冬分成4个季节。所以去年他们带来的他们当地春天的相关的舞蹈，那我们也展现我们自己台湾的文化。然后今年呢就夏天很有趣哦，像现在是萤火虫季，所以他们今年带了一个萤火虫的舞蹈，然后我们也就来了一个萤火虫的舞蹈。即届的表演将要伫3号到5号伫台南登场，接续落来嘛将会伫韩国甲日本演出。主办单位就是希望透过这一系列的表演，让更较侪民众会使了解台湾、韩国、日本无同的传统文化甲夏日的风情。台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根据统计，台湾20岁以上的民众，1000人当中，就有95人有结节的状况。每一档因为尿路结节所开医疗费用大约4.3亿。
所以流落结石愈来愈受重视。现在除了传统的体外震波以外，嘛有一种新的喙石的手术，下面做伙来了解。一名73岁杨女士伫病院检查后发现腰子功能不良，后来转诊到基美医学中心检查，后续发现除了腰子功能不良以外，两边的腰子生了螺仔角形体的结石。经过医师运用微创多通道经皮肾脏造瘘碎石术，分散结石一概摕互清气。手术后腰子的功能嘛恢复了真好。鹿角性肾结石就是指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肾结石，它占据了两边的这个肾脏。那这个在我们泌尿科其实处理是蛮棘手的。那标准治疗这种鹿角性的肾结石的处理方式就是所谓的经皮肾脏造瘘碎石手术。那后续就病人帮他安排处理这两边的，就住院安排处理这两边的这个肾结石。那当时是跟病人解释说，可能要分2次来做。哦，因为担心说，第一个担心说这个手术时间怕它拉长太长，然后病人身体受不了麻醉手术跟麻醉的风险会太高。那当然第一次手术是先做右边，因为右边相对的比较小，哦，所以先做右边。右边做了，其实手术都蛮顺利的，病人大概术后第2天就出院了。就是来伊就甲我计啊，你看着安尼赶紧，讲无虾米用袂使，讲无，迄2个月子会脱到去。哎呀，总啊远甲我用。总啊好用，用个好势了，甲用甲做舒适。现在手术的设备甲技术愈来愈进步，空喙嘛愈来愈小。小空喙的好处，除了手术后恢复较紧以外，也会使将分散的结石一概摕互清气。传统的经皮肾脏造瘘碎石手术，它是用这个大概比较大的口径的一个器械，然后大概差不多1公分左右的器械，所以这个病人的伤口可能到1.5到2公分。那这个伤口因为这个器械环境比较大，所以它后续发生一些出血啦的机会会比较高。那现在随着我们这种器械的进步，那我们的这个管径是越来越小。那目前我是做所谓的这种迷你的经皮肾脏造瘘碎石手术。那所谓迷你呢，它的管径大概是0.5到0.7，所以这个0.5到0.7公分，所以病人的这个伤口大概可以小到它接近只有1公分左右。那因为随着管径的减少，那我们可以透过就是有一些比较复杂的结石，我们可以透过所谓的多通道经皮肾脏的碎石手术，就是除了1个通道之外，我们可以打好几个通道来做这样的手术。有的病人会疏忽结石长期塌掉的严重性，如果无去治疗，时间一久，腰子就会慢慢揪起，甚至完全无功能。后续嘛有可能需要洗肾，因此结石的治疗除了病症的治疗以外，重点就是爱尽量保护腰子的功能。但是，国无以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乌云对降准雨，或者是雨块天气，温度25度到29度，落雨几率有3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是8级。感谢你收看5月2号的中嘉台南电视新闻，我是秦碧纯，咱再会。